哇，这首歌连 MV 都还没出来，你们就会唱了，不知道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还是好事？啊，是，当然了，你们都听到了，藏不住。其实这首歌本来有一个导演要拍的，然后中间我这样做这张专辑，真的碰到好多新的困难，工作上面的困难，但不过都克服了，所以才有办法到现在分享给大家听。然后导演后来改跑去拍《别再独揽》，也还不错，很厉害，而且导演就在现场，我们欢迎郑志祥导演。谢谢导演，谢谢你把水塘搞定。刚才一直在亏导演，然后水塘刚到台东啊，刚到都兰，全部风景都在都兰拍的哦，才刚到都兰哦，开镜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躺病床，然后第二个镜头躺车子，第三个镜头更猛，躺马路，然后最后一个镜头躺我肩膀。然后学堂就说学堂的宣传的助理就很好奇，导演，学堂都没有站着的戏，怎么都是躺？他应该也是第一个躺部落马路的大明星吧，我都还没躺过。他说哇，导演有办法把大明星叫来部落，大概只有酒鬼有躺过马路吧，所以他还可以躺啊。而且他说下雨了。下雨那时候很担心不会停，不过还是很顺利的把别的段在这批拍完，要不然真的要赶时间，就大家时间抢不出来，就水塘还要去内地拍那个面包国的女人。你知道这个新闻吗？没有关系啦，就是最近很多新闻。对啊，我也是想要登一下新闻，我感觉到很不习惯，对不对？我拿一个面纸把自己的脸擦一擦，习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平常都会看到你们拿相机来拍啊，可是最近你们都不行了，怎么爱拿相机出来拍的样子？感觉让我变了，然后你们就不怎么行。好啊，转变是一种方式啊，我觉得是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。先把这扇门打开，如果这扇门够开够大的话。我觉得接下来再讲一些内涵，再刚刚告诉大家原住民的一些故事，我才有那个机会，我才有那个舞台，要不然我也知道，就按照我以前的方式，自己自由自在的唱，不是很快乐，应该很快乐，已经有文化包袱，现在又有偶像包袱。那有一首歌我放了很久，然后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也始终没有把它放到我的专辑里面。其实我的灵感大部分来自于我的生活之中，主要是我身边的亲人或朋友们。这首歌就是因为我爸爸讲的故事，就讲他的年轻的时候的事情。我觉得我运气很好，我可以朝着我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的迈进，最后可以当一个堂堂正正的族语歌手。但是我爸爸显得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机会，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。听完爸爸的故事之后，写了这首歌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听到还是有原来唱这首歌的样子。虽然新专辑的音乐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都是一种尝试。那我还是回归最原始的那个时候唱这首歌的感觉，鸳鸯，献给各位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耶！哦啊嗨呀，那嗨耶！哎呀哦嗨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耶！
既然你们都来了，然后其实有一些东西也想要跟你们分享，就是能做到第2张专辑，真的是动用了超多工作人员的，然后我很感谢我的家人，就我的头发是我妹妹用的，我的化妆我的小阿姨，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啊，就是全部哦，每个人哦，除了他们自己过来帮忙做这张专辑以外，男朋友、女朋友、爸爸妈妈全部都一起来帮忙。就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工作人员带所有的家人一起来，你知道这是动用的人力超多的，就从专辑的开会开始，然后一直到制作，我想就分享一点点我们的幕后花絮，好不好？我们请看 VCR。